遇过真的是恐怖房东他在外面欠钱，所以他想要拿房子回来住，然后他就会每天晚上来敲那个铁门邻居就是按电铃找我们，我们就说怎么了，就是才发现我们外面被贴那个纸条，叫我们赶快搬出去，就也很像等家永安那样。我去办解药，愈紧愈好。我是中过了啦。庆前住迄间厝吼，我住无一冬，迄壁开始甲我洗膏，迄湿度永远拢足悬的。我已经逐工，真正是逐工哦，差不多12点钟拢开除湿机啊，还是无效。人生的经验差不多租厝捌租过差不多12间、12、3间嘛，所以变做讲，这出戏内底真侪剧情，我真有共鸣。听讲迄位拗价吼，厝细钱无咧纳的啦，所以讲租厝的人嘛辛苦啦。这我是有感觉的，因为我本身私底下嘛是有做过厝主。无人咧偷厝租的啦。人生只租不卖吼，甲我的人生过程嘛是有共款啦。阮细汉嘛是为要租厝，嘛是愈熟个愈好，只要老同咧生活，爸母啊，阮姊妹啊，大家嘛是困做伙啊，迄种生活嘛是共款咧过，我感觉足幸福的啊，足温馨的啦。我足高细厝的，我逐摆找的厝拢足好的，厝水拢足俗的，我一直拢是细厝的人，以前咧美国的时阵，就是细厝嘛。1月1号的时阵，一定会听到你的隔壁用英语啊，还是越南语啊，用日语，互相讲新年快乐，真趣味，也很温馨安尼。就是因为我之前租房的时候，刚好那个时候跟室友同时确诊，那个时候状况没有很好，房东阿姨她就很好，说还要炖鸡汤给我们啊，问我们清冠1号够不够。其实真的会有很温暖的房东，你会很愿意继续住下去。